国部国健署上新的统计，20年来利用人工受体人次本来一年7146人次，已经增加37849人次，增加5倍3。其中超过70%的人拢已经过35岁。台中李茂县妇产科特别邀请5000个过去用人工受体有新的家庭，摆做台湾的地图，也有世界的地图，破金氏世界纪录。伫咧会场内5000个家庭，照顺序递无共色的帽仔，摆出台湾甲世界的地图，要来破世界纪录。这5000个家庭拢是试管婴儿的家庭，肖女士伊求子足侪年的，伊头尾做6摆的试管，甲种3粒人珠，尾啊总算成功去生到一个查甫的。伊就是台湾本土团队头一个催生的这个试管婴儿。我就很庆幸是医生的。就是有成功这样子，然后我很感谢医生，让我有可以体验这个生活。另外一个林小姐嘛是经过1年外的疗程，腹肚溃疡红胎，即马囡仔已经读国小啊。卫福部国健署统计讲，20年来要用人工生囡仔的人次，对当年7146人增加到37849人次，逼关买5倍3。其中有超过70%，因的年纪拢是超过35岁以上。试管那个平均年龄已经到39岁了，有些40岁、41岁就结婚就进来。晚婚的事情是造成试管婴儿今天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一个主因。年龄大晚结婚、未生去求诊的年龄是愈来愈悬，安尼嘛，互原本的试管婴儿做2摆到3摆就会当成功。不过，即马就要开双倍流摆，才会当顺利来有生。人工生殖技术的挑战嘛是愈来愈大，悬年龄来拼生囝，伊的风险有较大。建议女性会当来提早规划冷冻子宫卵，安尼到想要生的时阵，就会当有好花来调机。好囝来出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